爱城不会让我们骑这个狗吧？恐怕一条狗都够呛。这狗还会游泳啊？游的可好了。哎，你们看，那就是咱们的船工，这狗也是他家养的。哎呀，这下一城啊，什么车都没有，得坐船。嘿嘿嘿。三爷，我又不是外人，看看吧。是这儿，就是这条河，那河洞就在山的后边。还是电子地图比较精确吧。你来看，我们在这里，要去这里。我们如果从陆路走的话，这么走，不行啊，走陆路花的时间太长。小路又难走，绕得又远，还是走水路快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既然都来了，就走水路吧。走，过去看看。于大南，走，走。你好啊，大哥。别理他，这里就他一个船工，他就是这脾气。每天起来就开工，还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起，一整天都不开工。这河可不小，怎么就他一个船工？这和珅爷呀，就卖他的面子。要是别人呢，只要一进了山沟，肯定就出不来了。还就他没事。哎，你们要是会骑骡子，就从那山上翻过去。你们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全村的骡子也不够用啊。老人家，怎么？那山洞会吃人吗？那大伙儿都说那山洞里面有蛇精啊。那进去的人啊，一个都没出来过。他没事，大伙儿都说呀，他是蛇精变的。蛇精？那他们家的狗呢？也能进去吗？这狗也是他家养的，那当然没事了。要是别人家呀，别说狗，连牛进去都出不来。于蛋蛋，过来！不会吧？难道洞里有那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咦，这狗的味道怎么那么骚啊？几天没洗澡了？小三爷，家选你三叔啊，还欠点火。老人家，麻烦你跟船工说一声，看他能不能开船。我不赶时间，谢谢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问什么时候开船呢？我瞅着他那眼呢，人那么多，钱那么少，得讲钱。这个能商量，没问题。我看，那山洞应该是尸洞，那船工也一样。不会吧？那尸洞里到底有什么呀？几年前我和潘子在山西附近也找到这样一个尸洞，那是日本人屠杀堆尸体用的。凡有尸洞，必有屠杀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你们到底有没有进那个石洞啊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敢去跌进去，但是后来因为好奇，那当然会好奇了。那后来呢？我们在那里做了个实验，把狗和鸭子架在竹筏上面，再加上一台摄影机，推进洞里去录影。没想到，怎么了？万丈脸，这太可怕了，吓我一跳。你有那么夸张吗？三叔，你继续说，到底是谁的脸？离镜头实在太近了，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鬼东西。不过后来我也仔细研究过，在古时候，如果要穿越像那样的石洞的话，
都是死人和活人混在一起才行。为了让尸气囤积在身体里面，很玄乎的。那要不然，我们还是走陆路比较安全。走山路也行，浪费时间了，对陈长城的安全也有问题。况且，帛书上面也画了这个洞。我们既然是奔着这个墓而来，这点险还是冒得起。出来混，怕什么艰难险阻？水路，就这么定了。这船工可能有问题，小心。哎，各位，我把东西放在第2个船上，你们坐第1个船吧。哎，来，我来帮你。来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有些东西见不得人，还是随身带着比较好。要是船一晃，东西掉了，那我们不就全歇菜了？哎，你说的也在理，不过这船稳当的很，你们尽管放心，这真的要掉下去，我老汉帮你们都捞上来，一件也不差你们的。哎，来吧。三叔，这老头还挺为我们着想的。他们2个一定有所图，一路上盯着点。哦，上船。哎，你看那船夫像不像鬼啊？他不会真的是吃那个的吧？别听三叔瞎说，他就喜欢吓唬人啊。等一会儿到洞里边的时候，千万别大声说话啊，以免惊了河神，更不要说河神的坏话。还真有河神呐！我们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穿过那个洞？到现在的水流看，大概需要个15分钟吧。前面有几个弯儿，还是挺险的。那里面亮不亮？这么长的洞，怎么可能有亮？在洞里边靠的全是耳朵。那我们打个手电，总不碍事吧？没有问题啊，就是别往水里面看啊。怎么了？有水鬼啊？水鬼算不？这水里边的东西啊，俺也叫不出名字。你们要是胆子真大的话，就看一眼。记得啊，只能看一眼。运气好的话，你们看见的是一团黑水；运气不好的话，能把你们吓疯过去。我可想看。这洞也太窄了吧！各位，这还算好的，前面一段比这还要低呢。这洞这么小，要是里面有人想打劫我们，不是想跑也跑不了吗？三叔，看这个洞的结构，应该是个盗洞吧？这就是盗洞啊！水盗洞，古元进方。这个洞也有些年头了，看样子这洞里面必有乾坤。这位兄弟看来见多识广啊，说的没错，这里整座山就是一座湖泊，附近大大小小的水盗洞啊不计其数。以前的水位没有那么高，都是旱洞。哦，看样子你也是个行家喽。行家称不上，俺也是听以前来这里的人说的呀，听得多了，这自然
也就能说上两句，但说的都是皮毛。幸好陈诚没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他肯定被吓傻了。也不知道陈晨现在怎么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的性格啊，要吃亏难。大家听听，什么事儿？老爷子，这声音是……盘子，他们两个到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没听见叫人什么，只听见洞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他们就不见了。会被那东西吃了吧？吃了有一点留下胡同，他们消失的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下糟了，咱们身上又没有尸气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发动马达。三爷，被他们弄坏了。天哪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！忙什么？没出息！叫你们别来，还跟着来。三叔，这也太大了吧，我们塞牙缝都不够啊！我吴老三逃杀逃了这么久，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？你别给我瞎话！主仙，你们是为了父宝而来的吗？有三叔在。小三爷第一次出师就遇到这么危险的情况，心里打鼓也很正常。这洞确实有点古怪，要不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出去再说吧。对对对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啊！小哥，这个人到底是害怕？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人有两下子。你们看，他的手要多少年才能练成这样？他的手指怎么这么长？这简直反人类啊！小三爷，你应该听说过，古时候发球中郎将有一种双指弹动的功夫吧？传说古时候，发丘中郎将之中的高手，都有一双特殊的手指，稳如泰山，力量极大。
轻易破解墓穴当中细小的器官。我一直以为这门功夫只是个传说而已。想要练成这种功夫很不容易，必须从小练起，而且练习过程苦不堪言。靠的就是这东西。这不是龙狮吗？这么说，刚才那一大团影子，就是一群龙狮游过去的。吓死我了！已经被踩烂了，闪开！不对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龙狮同时活动？而且这个龙狮的个头也太大了吧！这不是龙狮，是尸鳖。尸鳖？尸鳖是专门吃腐肉的，有死过的地方就特别多，吃得好就长得大。看样子这上肯定有块基石地，而且面积必然小不了。这尸鳖不会吃活人吧？这东西如果是正常大小的话，那肯定是不会咬人的。不过现在体积这么大，咬不咬人我还真不知道。可尸鳖是待在死人多的地方，不会经常游来游去，怎么现在这么一大群一起迁移呢？我看，恐怕他们刚才是在逃命。逃命？我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我过来，而且快慢不小。现在是顺流，这样跳下去我们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小三爷，你拿着。来了什么？不就一滴水吗？把你吓成这样？没事，别乱叫，吓死人了。没有兵，你有看到什么吗？没有。要是一帮马贼，我还能见一个看一个。现在连这东西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个洞越来越矮了，别管是什么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出去。可是我们现在是顺流，如果要回去的话，肯定没有进来的时候那么容易。小哥，你怎么看？现在要出去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两个人既然能让我们进来，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。我们出不去。
应该可以出去。要是再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就见招拆招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阿德，你去后面，我到前面，我们俩一起划船，把船弄出去。大哥，麻烦你帮我们指上路。三爷，发动机这条路坏了，根本划不动，卡在这里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沉船。这两个老贼果然有问题。这条河道越来越低矮，我们的船又太宽，根本没有办法掉头后退。吴师，怎么样？忍住！那个船夫，他死了。看来那船工想把我们丢在这里，等我们死了之后，再把我们东西拿走。也不知道今天遇到什么变故了，他们竟然自己死在那个大尸鳖的手里。一只尸鳖的爪子，就算再厉害，也不可能在瞬间把一个人撕成两半。我想他们是成群结队的，
只不过刚才那只大石鳖，它是为了自己毒食那半具尸体，所以才落了单。潘子，拉我一把。没事吧？小三爷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对不住了。没关系，我没事。没事了，还能活着就算命大了。小哥，这么大一只尸鳖，你愣是把它肠子给扯出来了，我判他服你了。什么肠子？这叫中枢神经。这小哥一出手，直接把那虫子给搞瘫痪。什么？他还没死？那我们赶紧弄死他！现在还不能杀，我们得靠他离开这个石洞。刚才那声音，就是从这尸鳖身上发出来的。怎么尾巴上还有一个铃铛？原来这尸鳖是有阴阳的。让他干什么？这个铃声有蛊惑人心的作用。这铃铛看着有些年头了，这么多年还能发出声音来，真是挺神奇的。从质地上看，这应该是青铜做的，但是从光泽上看，它应该是金银合金做的。这个东西是个神器，你就一脚把它给我踩烂了。三叔，还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被这铃声影响了。你别生气啊。这个绿水好臭啊。这个绿水是由蜈蚣体内流出来的。三爷，这冲到尸鳖身上的管子是干什么的？原来是共生系统，真是神奇。三叔，怎么回事？蜈蚣所在的红星球可以连接尸鳖的肚子，只要它一饿，就可以通过这根管子钻到尸鳖的肚子里吃东西。这样一来，这蜈蚣就可以一直生存下去。这东西，你懂什么？不知道是哪一位能工巧匠，竟然造出这样的东西来。只不过，让这个东西生存在这里，到底是为了所要买什么样的东西？等一下，我们就把这石鳖摆在船头，让它开路。这个东西在这儿吃腐尸，阴气极重，是洞穴里的霸王。如果有他留在船上，我们就一定能出去。回头路看了是不行了，我倒是想看看前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，竟然能养出这么特别的虫子。都快点滑，争取早点出去。赶紧出去！我1秒钟都不想待了。四叔，你看这整片的石壁，古时候的先人到底是怎么挖出来的？就算是现在，恐怕没有几万人，根本挖不出这么深的洞穴来。这洞穴的年代应该十分久远了，挖这个盗洞的人应该是关岛。关岛就是专门倒斗的军队。看来我们要找到我们想找的墓穴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三爷，
你怎么就这么确定这里一定有墓啊？人家把军队都带来了，而且挖了这么长的洞，说不定这里很多东西都已经被他们搬走了。如果这个斗真的在几千年前就被人家给盗了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不过你们看，这个洞穴在地图上的的确确是存在的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这个盗洞在古墓主人下葬之前就已经有了。看这个盗洞的年月，应该是在我们要寻找的古墓之前，而且我可以肯定，这附近绝对不止一个墓穴。谁知道这个盗洞是什么时候挖的？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，包括巨大的尸鳖，还有那个六角青铜风铃，他们的主人都比战国时期还要早。这个我倒不是很关心，我现在关心的是，为什么这个墓穴的主人要将自己葬在一个已经被盗的墓穴旁边？这不是犯了风水的大忌吗？三爷，你看，基师地道，前面就是水洞最危险的一段，这种洞就是进去出不来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前面的灵光会不会是因为有大量的尸骨啊？班子，走。三爷，如果前面真的是尸洞的话，那么肯定会遇到危险，很有可能是鬼打墙，也很有可能是几百个水鬼来掀我们的船柄。这么多骷髅啊！你别一惊一乍的。你见过？我没见过。那你还真淡定。不淡定也能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回来了。无论后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也一定要一起走下去。你们可要注意点啊，这里可不光是有骷髅啊。别那么没出息，这怎么样？哎，你们看，那边有具水晶棺材，里面好像还有具尸体。没有，怎么是空的？尸体去哪儿？三叔，那个不会是粽子吧？快走，千万不要回头。
班子，你们在哪儿啊？你有没有看到我朋友啊？喂，你是在跟我指路吗？行了，小三爷，我们出来了。刚刚谁揍我？是我揍你的，臭小子！叫你别回头，你还回头，你想害死我们？那个女粽子呢？放心吧，他已经走了。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小哥说他叫磊，是白衣女粽子的魂魄，他想借你的阳气出那个石洞。小哥怎么了？他刚刚失血过多，现在昏迷了。三叔，这小哥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怎么这么厉害？这小哥一路上话不多，我那朋友在江湖上很有威望，他介绍的人错不了。三爷，前面好像有个村子。这村子竟然没那么破，还有电灯。哇塞，太棒了！那我们可以洗个热水澡，再大吃一顿。只怕村子里没有宾馆，只有马棚。有马棚就行了，至少可以让大家安安心心的休息一下。他这么软的跟女人一样，好像没骨头似的。快点啊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要找到进村的路。啊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知道进村的路吗？小朋友，你告诉我们，我给你买好吃的。那种50道。走，跟我来。这小家伙倒是挺机灵的。
走。啊！小姑娘，你们村里面除了这个宾馆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我们村就30几户人，我们这儿已经是最好的宾馆了。那还有房间吗？还有2间，你们要吗？要。小哥现在需要疗养，吴谢，你跟他一个房间吧。我们3个就委屈一下，将就一晚吧。好，就这儿。这算几星级啊？就剩这边2间了。吴谢，照顾小哥。哦。美女，回头见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村里的招待所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来，三爷，喝点水。美女，今晚吃什么？哎，我说你这菜呀，能快点吗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啊，行，师傅快点啊！好嘞，顺便加个咸鱼大饼。好嘞。三叔，小哥怎么样？他还在房间休息呢，一会儿吃完了，我带些东西回去给他。你不能喝这个，你一喝就晕了。你怎么喝这个？啊，三叔说的对，这红牛可是我用生命保护下来的，这村里是没有的。你少废话。你也喝这个？喂。我不在杭州。那你说啊？喂，你要干嘛？还可以这样喝，味道不错。你小子点子挺多的。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吃饭了。等等，我们先拍张照片吧。拍什么照？我都快饿死了，赶紧吃吧。哎，这是我们行动前的第1个晚上，非常有纪念意义的。我们拍张照片，啊，拍吧，那拍吧啊！来，美女，麻烦你了啊。好。来，耶！大家靠拢一点吧。好，3、2、1，茄子！哎呀，看来咱们祖国的基础建设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嘛。你看这村子远归远，里里外外都是水泥地，有水有电，外面还有公路呢。村里前些年山体塌方，把路都堵死了。现在这个水泥地啊，都是乡亲们自己花钱修的，这修停停，到现在还没铺完嘞。
哎，那水路呢？你们这儿不是有渡头吗？这哪来的水路啊？几十年没拉过船了，现在如果还有人让你们走水路的话，那一定是谋财害命。喂，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眼熟啊？喂，你既然知道这么多，你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村民吗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对啊，说来听听，你们这外地人多吗？你是问塌方前啊，还是塌方后啊？这塌方还有讲究。那年塌方啊，村里塌出来个大鼎，那专家过来一看，说是文物，就把东西给拉走了。从那以后啊，村里就没消停过，进进出出的都是外地人。我看几位也不像是来旅游的，不会也是来倒斗的吧？我们是来旅游的。大叔，你骗谁呢？如果你们真是来旅游的话，那外面一大车东西，你不嫌累赘啊？我们真不是。喂，没想到你知道的还挺多的。我开玩笑而已，我知道的不算多的。哎呀，神神秘秘的失踪，我们以为你被人抓了，没想到你居然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扮村民。怎么样，农家乐好玩吗？我说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扮成这样你都认得出来。哎，好了，这擅自出走呢是我不对，我跟你们说对不起啊。害我们担心死了。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三叔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的。你看我那天实在是不应该跟你吵架，原谅我啊。既然你没有被绑架，为什么把我家弄得那么乱？人家就是耍小孩子脾气嘛。小脾气？你这是臭脾气，跟你姑姑当年一模一样。好了，三叔，人没事就好了。哎，三叔，你看我人都没事，明天是不是可以跟你们一起下斗啊？三叔，既然陈晨晨安然无恙的来到这儿，你现在应该不会怀疑他的能力了吧？哎，得了。不过程程，你得答应我，你跟我们去呢，我们前面下斗以后，你千万不能下去，你只能在上面等着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就立刻给我回去。啊，没问题，我都听三叔的，三爷，好，自己介绍一下。啊，你好，这位呢是我姑父，我叫陈程程。潘子，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坐。你也走。程程，你不走水路，你怎么来的？啊，三叔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那天呢，我先回到了吴邪家，收拾了行李，想一个人去古墓。结果我刚一出市区，就碰到了那帮盗墓团伙，我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一路跟踪他们，就到了这个村子。他们前2天啊进了那个森林，我就准备来个守株待兔，住在村里，边打听消息边等他们出来。没想到呢，先把你们给等来了。那你到底打听到了什么消息啊？这村子里啊有个古墓，传说埋葬的是一个神仙，他帮皇帝打完胜仗之后呢，留下了肉身跟兵器。皇帝呢为了表达敬意，就把肉身跟兵器给厚葬了。是不是真的神仙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他墓的规模绝对不比皇帝的墓小。那有人进去过没有？那个地方现在进不去了，因为山体塌方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也跟着塌了。我听说啊，冒出100多个人头呢。100多个人头？哎，等等，只有人头，没有身子。没错啊。在塌方之前，总有人进去过吧？有，好几拨人呢。不过听说啊，那几拨人进去的时候雄赳赳的，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出来，而且一个个跟要饭似的。我猜啊，他们连墓穴在哪儿都没有找到呢。亏得他们没找到，看看这个斗，注定是我三叔要来探一探的。是啊，三叔，来敬你。来，干杯！来，今天大家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一早出发啊！好。好。哎，你住哪儿啊？我住在这里最好的一间房，干嘛要来蹭床啊？我还是跟闷油瓶住一块儿吧。闷油瓶？闷油瓶是谁啊？
文永平，起来吃饭。我们要去的墓穴应该就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刚才听陈姑娘说，那条路现在连走路进去都有困难，更何况咱们还一身装备呢。这有装备有装备的办法，这没装备有没装备的办法。程程说的冒出人头的地方，其实就是老祖宗们说的鬼头坑，也就是以前的陪葬坑。吃吧。这个是我特意为你点的猪肝，补血的。有水吗？啊，有。来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，你的身体可以吧？我没事。那你慢慢吃。其实我们现在这里离主墓穴还远得很。之前来的几拨人按照寻龙点穴的方式，都以为这里是龙头。让你仔细看看啊。我们现在从这里再往里面走，就是葫芦口，那里才是真正的龙头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假龙头下面必然是机关重重的虚中。如果我们没有这张地图，即使我们老祖宗来了，恐怕也得着了道。明天把重要的东西准备一下，轻装上阵，咱们去采下点。好。回去玩吧，顺便帮我谢谢你小翠姐啊。你笑什么？人家小朋友好心好意帮我们带路的。前方的河道被这塌方给堵死了。经过这个地方往前走就是人头坑，咱们现在得从这些石头上爬过去才行。大家小心一点。都跟着我走吧。三爷，你看，那不就是领我们进洞的老头吗？站住！
站住！哎呀，这各位爷爷，我这实在是没办法，才拿几位爷爷的主意。没想到几位爷爷都是神仙呐！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永远不是泰山。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啊！那老头怎么得罪你们了？水路，我看你活蹦乱跳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叫没办法？我这身子真是有病啊！你别看我好像硬了，不瞒您说，我一天要吃好多药呢。这不，我砍着柴就是去煎药的呀。哎，先前在洞里面的时候，你是怎么突然消失的？我说出来，几位爷可别杀我。放心，我们不会随便杀人。哎，这杀人也得讲理由，是吧？是，我坦白。这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。那洞里边的顶上有很多隐秘的窟窿，你要不仔细查呀，根本找不出来的。我就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就站起来，就钻到窟窿里去了。那我们船离开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等你们船走了以后，我就出来吹哨子。那个狗就会拖着一个大木盆过来，我就坐在木盆里面，我就滑出去了。哦，对了，那都是那船工卢老二的主意，他拿的比我多呀。这卢老二呢？哎，已经送他去报道了。啊，死了好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也不愿干那事儿，可那船工卢老二说，我要不干，他连我也做了。各位爷爷，我该说的都说清楚了，你看我实在是没办法，你们就放了我吧，啊！急什么呢？看来你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得很。要我们放过你也行，你得带我们去找古墓。古墓？啊！哎呀，各位爷，那都不能去呀，那里面有妖怪。怎么？你还见过妖怪？前几天我带人进去过，结果什么呀？那一夜之间人都没有了。怎么没有？我从小就看鬼片长大的，别想拿老段子来忽悠我们啊！哎呀，这千真万确呀！我也是不想去，可是那帮人又是钱又是威胁的，我不能不去呀！我们一直走，结果他们突然停了下来，搭起了帐篷。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死，等醒来以后，帐篷还在，火还着着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我喊了半天，没有一个人答应啊！估计就是来倒斗的。那妖怪哪来的呀？哎呀，各位爷呀，我正准备往回跑，刚跑了几步，一回头，队里的一个女的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，满脸浑身都是血，在向我招手。我当时就吓尿了，头也不敢回，跑回村里，跑了一天一宿啊！各位爷，我再也不想去那地方了。三叔，你说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一半真一半假。不就是个血妖怪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位小哥千年僵尸都给他下跪，有他在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在话下，对吧？哎，这走了半天了，全是蚊子，什么时候才到？行了，你怎么老那么多废话？你以为我们是来旅游的？快走！你们这个待在这里，慢慢。
这些盗墓团伙果然来过，所有的帐篷和包上面的商标都被他们撕了，看样子应该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。你看，他们生活用品样样俱全，肯定是有备而来的。咱也没什么发现。无线电也没有信号，那岂不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了？那也不是，既然他们可以在这边安营扎寨的话，说明目的地应该就在这附近。看来他们已经进了墓穴了。那这次你应该没骗我们。对。三叔，把他放了。反正我们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。走吧。谢谢各位，快走吧。谢谢。这里进墓的地方很多，也只有我能选出这条路来。换了别人，兴许来了随便挖个洞就进去了。三爷，那这些装备怎么办？把汽油带走，留着或许有用。走吧。年轻人，别动不动就喊累。就你这点毅力，还怎么跟我练啊？还是算了吧。你出来混沌！你上来吧。没事吧？慢点。臭小子，你搞什么？没注意脚下，谁知道这有一个坑啊？还好这只是一个浅坑，要是陷阱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还好吧？这怎么会有这么大个浅坑呢？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，估计下面就是陪葬的祭祀台。三叔，小心啊！这底下埋得太深了，故意在下铲子。看着，哎，不行，你们这样会破坏古墓的。大侄子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？咱们不挖怎么下去呢？要不你来试试？反正你们不能破坏古墓就是了。你们看，他们炸开了这里，从这里进了墓穴。不过进去之后，这就塌陷了。这条路恐怕是走不了了。如果我们再耽搁的话，有可能从里面拿了文物，随便打个盗洞就走了。不行，你看这个洞打还是很大。那我必须下墓。
三姐。拔出来。这图里面怎么好像有血啊？开始吧。三叔，要不要我们帮忙？你又没经验，就别添乱了啊！哦，那我们去搭帐篷吧。哦，好啊好啊。你们去吧，我在这儿看着。盘子，就是这里，搞定他。好。哎，海生啊，你不下去啊？我就不下去了。都到门口了，你真不下去啊？我可不想再碰见什么尸鳖，还有千年粽子了。也好。那么，你在上面陪程程吧。你可要照顾好他。放心吧，我在上面给你们做后备支援。你能做什么支援啊？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好程。算了吧，我保护他还差不多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来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摄像头，戴上之后呢，我就能看到下面的情况了。摄像头？你还真把我当摄影师啊？你们两个在上面千万小心一点啊！这附近可能有野兽。我们尽快在天黑前赶回来，以免村民起疑心。走。小心啊！小哥，下头吧。吴贤，我知道肯定拦不住你的，不过下去之后，必须得听我的，不要到处乱走，也不要乱碰东西。放心吧，三叔，都听你的。那我们下去吧。
机关是从两边打开的。三叔，门被封死了。冷静一点。为了防止古墓塌陷，但凡地里墓穴必有通风口。等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把它找出来，从那儿打个盗洞出去就行了。左右都没有路，主墓室应该就在这个墙后面。别动！这里没有防盗夹层，所有的砖头只能往外打，不能往里推，也不能砸。这墙连条缝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把砖头拿出来？墙里是炼丹使用的矾酸，一打破就会浇到我身上。那会怎么样？马上烧得连皮都没有。